社會福利署一直致力建設一個互相關懷嘅社會，為鼓勵社會各界支持同關懷照顧者，社署喺2023至24年度展開為期3年嘅齊撐照顧者行動全港宣傳活動。除咗肯定照顧者對社會嘅貢獻之外呢，亦都推動社會各界為佢哋打氣，加強喺社區推廣關懷同埋支援照顧者嘅呢一啲信息。此外咧，社署亦都會繼續聯同非政府機構同埋地區嘅團體，喺全港各區舉辦唔同種類嘅支援照顧者活動。齊撐照顧者行動第1年以錫自己至撐得起為主題，舉辦咗唔同類型既輕鬆又有趣嘅活動，包括1日遊、減壓活動、照顧者中醫講座、工作坊等等，令照顧者明白自己需要，學識照顧自己，等自己好好休息下，喺繁重嘅照顧工作入邊唞唞氣，同減輕照顧壓力。照顧者嘅路雖然困難，但並唔孤單。齊撐照顧者行動第2年以撐得起因有你為主題，為照顧者打造一個支援交流網絡，等朋輩同埋同路人一齊撐起照顧者。每個人都可能喺人生某階段成為照顧者，提高社會對照顧者嘅認識，唔單止幫到照顧者，仲可以為整個社會帶嚟正面影響。除咗具體嘅宣傳活動，例如政府電視短片、電台廣告同電車巡遊等等，仲有更多元化嘅活動，好似社署舉辦2024至25年度短片創作比賽，更加展現咗唔同照顧者嘅故事同挑戰，有效咁傳遞支持照顧者嘅正面信息。過去幾年，我哋為建立一個關懷照顧者嘅社區奠下穩固基礎。今年我哋以全城為你全程撐為主題，唔單止以照顧者為中心，以朋輩為支援，更以全城為目標，聯繫地區上唔同人士，將關懷同支持帶俾每一位照顧者，並透過全城友善嘉許計劃表揚同埋肯定照顧者、鄰舍以及僱主嘅付出同埋貢獻，喚起社區人士對照顧者嘅關顧，共同建立支持照顧者嘅社區氛圍。